咧中华的新港这个所在呢，有建商是当咧起新厝，也毋过其实附近的住户煞表示讲，这施工是造成因兜的地砖甲壁堵拢有必顺去，甚至有厝已经起去啊，上无是有8、9户拢受到影响。虽然讲这建商是有请技师来做鉴定，也毋过其实住户呢，煞认为讲这鉴定的报告是无解完整，要求建商得爱甲因的厝恢复原本的模样。 社区大门的条仔甲边仔的楼仔厝原本白白的壁堵，即阵离超过3公分，阁有徛过头前的地砖嘛有必损。居民指控是隔壁建商咧起新厝，施工不良所造成的。因咧乌地啊，先吼就开始本来是差不多0.5公分，过来1公分，过来1公分半，过来2公分。起迄个大楼有啊，造成咱这地基规个倾斜。 地基也有倾斜，然后地基也有掏空。中华新港乡一笪工地咧起公寓，但是附近民众指出，建商咧挖地下室的时阵有顶打，地属因的厝的地砖甲壁堵拢有离开必顺的情形。建商表示，已经委托专业土木技术工会进行鉴定，一切以报告为准。8户里面只有2户达到标准赔偿的标准，1户赔4000多块，这是第三方。 鉴定结果，你们是不是4月底跟6月底有去调解2次，然后没有成立嘛？对，后续你们会减负这个调解不成立的证明文件，好，跟现在手上这份损害鉴定报告，好，会送我们县府去召开建筑争议的评审。 官府会刊表示，2月初接到真情，有请建商提供安全鉴定的报告，现场施工是无问题的。随后会针对这案召开建筑争议会议。不过住户表示，干那希望建商会当甲因的厝恢复原本的模样，莫互因大家心惊胆吓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。